未来的新规定，若准这驾照赛车去互吊销驾照的民众登考了后，这一年来轿车内面就要按照证书，若准无按，会去互罚到12万。高雄区监理所即马是全国走大胜，除了伫考试的轿车内面按照证书以外，上界重要是要互民众知影讲，这考驾照进前就要了解到驾照赛车的危险性。 来到高雄区监理所考汽车驾照，路考这关就车爱先奔访测敢有啉酒。道路考照前麻烦请你做个酒测以确保安全。请开始。这是高雄区监理所路考的新规定，嘛是全国第一个路考的车加装这个酒精锁，民众奔访确定无啉酒，车才会发动，互民众对考照开始就知影袂当啉酒赛车。 宣导讲，即马若准讲你若有酒驾去用处罚了后，你若要开车，你就爱开这种有装的酒精锁的吼。我嘛互这科生会当了解讲，这个酒精锁的操作是安怎处理吼。因为啉酒赛车事故真多。 109年3月实施酒精锁的制度，酒驾违规的民众一冬内爱开有酒精锁的汽车。即马监理所伫路考这关加装酒精锁，民众拢真赞成。不错啊，很好啊，对啊，因为毕竟酒驾啊，真的害了很多人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措施很好。这个要驾车嘛，你就不能喝酒啊，就要酒测啊。监理所表示，酒精锁毋是考试的项目，未强迫民众奔访。目前先伫高雄、屏东、佮台东3个监理单位试办，若是实行效果袂歹，会推广到其他的汽车驾驶训练班。记者邓家文、罗维哲高雄报道。